人都覺得只係行一樣你自己心目中認為啱嘅路，或者你覺得認為好嘅價值，但係你唔知道下一步發生咩事。人生唔需要全部都甜㗎，你要經歷過有苦有甜，你先知咩叫甜。每一日都係一個學習嚟嘅。因為我係好中意演戲嘅，只要一日有人想睇我拍劇，我一日都會拍劇。但原來有時有啲嘢你好想去做，好揀去做，可能有時天時地利未到，個 timing 未到啊！原來你係點用力咧都冇用㗎。呢幾年係我一個幾深嘅感受。你做咗先啦，你唔介意行先一步或者行多一步，比啲人辛苦多少少。所有嘅恐懼咧，其實佢唔係一個阻礙你行或者做嘅藉口咯。你只要你跟住個心繼續行嘅時候，你就會發覺原來你好叻啊！